天全城12大花楼的家人都到齐了，花魁比赛正式开始。主子，不好，龙小弟追来，这下麻烦了。现在我们有请上一届的花魁，是谁呀？西域姑娘出场。这个丫头真是风不惊人死不休的。是啊，不过她这样还真好看。是啊。各位客官，如果您中意我们哪位姑娘，便可以从那里拿一朵鲜花放进那位姑娘的花篮里。今天鲜花得的最多的那位姑娘，便是我们的花魁候选人。候选人将会与上一届的花魁一决高低，胜出者便是今年的花魁。好，各位客官，就让我们来抛花选美吧。谢谢您的花，谢谢。等会儿再跟你算账。多谢这位客官捧场。这朵花是不会给你的。你投不投给我，我都是花魁。各位客官，经过激烈的抛花选美，结果是还用我数吗？不用数啦。结果就是我们本届的花魁候选人，杏花楼的欢姑娘。